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古请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台湾人咧讲话，拢有一个习惯性。你比一个来讲，古请定咧讲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汉文白话排比出来，每一项拢有俗语。一有这个意思，两有两个意思。讲到5，古请伫咧讲5，号做多数，讲汉文音表示多数。啊，讲来到9，讲来到10，嘛有意思呢。9甲10就要我，无唔对。所以有俗语咧讲10君九头目，10喙九头面。咱知影啦，头目老爸咧讲头目鸟就是头人。啊，那10个咧开会意见了。这个名片流出来讲，较早捌做过议员；迄个名片摕出来讲，较早捌做过理事长。这个现任的协会会长，安尼意见要听谁的？无唔对。所以另外一款讲法叫做10喙九头面。啊，当然即马原来有人讲较直的啦，讲10喙九尻川，总是吼一人一个意见啦，无人有法度落去主持公道，无人有法度落去主张，因为大家拢足有力的。你原来要主张你的，我原来要要求我的，这叫做10喙九头面，或者10君九头目，正就是国政头拄我咧讲的，9甲10要挖。过来啦，啊，既然要挖，啊，搁有迄个俗语咧讲啥？讲哦，你这款人吼，10安九无影啊，实在真感慨，是无爱甲你闹开尔，无你吼10安10无影，讲话都无信平啦。讲到这个安，国政啊，这个毋是汉，无唔对，这个两音，汉定汉，原来用这个，过来。渐安的安，原来用这个，所以国政捌说一句话，我家己想的，讲吼，你若要甲我限期，我甲你借钱；你甲我限期，讲1个月了一定爱还，安尼国政就要甲你限期啊啦。写法拢相共，但是讲法无相共，意思拄啊颠倒变。限是甲你制限，甲你约束；啊若安，就是小甲你参详，甲你小拖一下。10安九无影啦。搁另外一句俗语，原来咧讲一共款的解说啦，就是讲叫做一招。9斗拍，咱知影10针就是1斗，10斗就是1招，所以10斗9斗拍，咱即马甲解叫做1招9斗拍，亲切啊！1招内底吼，结果9斗，9甲10就要挖，拢总拍，安尼就是无价值，啊，这就是台湾人讲话习惯性，就是9甲10要挖，才会去写这个俗语，讲10安9无影。讲1招9斗拍，嗰种捡出来甲朋友做参考，这就台湾人讲话习惯性，这正就是咱的台湾款啦。